来乡亲啊，这个政府的防疫政策是要慢慢转到甲这个病毒来共存。指挥中心宣布，今仔日开始，本地10天加7天的居家隔离的政策要缩短到3天加4天，就是3天的居家隔离，后壁4天自主防疫。若快筛阴性，就会当出门来上班做课。但是，只有防抗疫的人，甲这个确诊者的密切的接触者，才会当用这个3天加4天的新政策。若是已经确诊啊，或者是为国外回国者，也是爱用10天加7天的隔离政策。今日开始实施3+4的新政策，只要隔离3天，第4天快筛阴性就会使出门。若是逐天要出门，爱逐天快筛，若无想要出门，就唔免快筛。3天加4天的新政策是适用被抗疫也是甲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人。外国返来台湾的，依然是10天加7天的隔离政策。确诊的人并无适用3天加4天的新政策。轻症居家照护维持10天入院隔离的个案，是伫病院采检结果是阴性，还是 CT 的数字超过30，才会使解除隔离，并且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把隔离量能让给前面的新确诊者，因为他们的传染力是比较强的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为明仔载开始，所有伫居家隔离的人，才会解除3天加4天。进前的拢有算超过这个时间的人，就使直接解除隔离。不过对学生来讲，3天加4天的自主管理爱4天，因为幼儿园有传播风险，袂使去学校上课。也就是讲，爱到第8天才会使登去学校上课。人去接电话要回答问题这件事情，因为目前这种人力已经不足了。把这个一部分的决定让民众自己去做决定，我想也是一件好事情。居家隔离政策放宽，若是要将医疗资源留给上需要的人，其实嘛考虑到民众的自律程度，病毒一直变，政策嘛要对你改变，才会使真正做到甲病毒做伙生活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